今日分享公屋3到4人單位設計，全屋做岩板輕車風，牆面做護牆板提升氛圍感。全屋間咗2個房間，客廳空間充足，光線明亮。入門口做獅字舉，同電視櫃一樣搭配隔山條。電視牆邊角做圓弧處理，搭配燈帶很大氣。客廳用玻璃趟門間房，再做梳化背景牆。主人房做趟門醒空間。全房做儲物地台床，連書台到頂大衣櫃，床頭全部都做護牆板，搭配燈帶更溫馨。客廳用玻璃門間房，唔會遮擋光線。床做4車，廚房就做 L 型櫥櫃，仲有洗衣機位。浴室就做7字形洗手櫃加鏡櫃啦。大家需要裝修歡迎 PM 我。